元，张君谁来转阳，报效张爷，谁洗了法当包，上方佛殿，又来到钟楼内相见之前，有洞房登宝塔，为郎娘编。哎呀，财富女就要来了，尚先生，快躲一躲吧。其实5点晚上，好吗？是的。小姐，你看这里的碧桃花开得多鲜艳啊！我们这里样子去好不好？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
他去了。月殿神仙归东天，此地空余杨柳叶。唉，门檐了梨花随园，本江岸高似青天。恨天不与三方边，真金的木已马心软。只当他领去秋风那一转。竟犯死哦！定把这头过相思病儿算。京东，相公，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到，你闪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京东，相公，天色不早为颠房，搬去营里何所想？